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6日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来领受他的话语，一起来敬拜上帝，也透过诗篇46篇来成为我们帮助。我们这时候也一起来敬拜上帝，透过这首诗歌，一起来到上帝面前，让上帝来帮助我们。上帝的恩典是丰盛的恩典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我心在高处，述说你恩典，你向我所存的意念，比繁星还多。我经过低谷，思想你心事，无论何时恩典够用，能力覆庇我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耶和华歌唱，你用厚恩待我，依靠你的慈爱，救恩使我心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耶和华歌唱，我必不致动摇。你仰脸赐恩给我，恩惠慈爱随着我。清晨夜晚，向你呼吁，你用厚恩待我，心事无止境。清晨夜晚，向你呼吁，你用厚恩待我，心事无止境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耶和华歌唱，我用厚恩待我，依靠你的慈爱，救恩使我心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耶和华歌唱，我必不致动摇。你仰脸赐恩给我，恩惠慈爱随着我。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耶和华歌唱。恩待我，依靠你的慈爱，救恩使我心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耶和华歌唱，我
你仰脸慈恩给我，都会慈爱随着我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如此的爱我们，你喜爱我们，让我们所面对这许多的征战，你都带领我们来经过，而在当中你也一直保守着，让我们在每件事情当中都有你的同在，你的恩典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自己交在主你手中，不论我们走到哪边，我们都要数算你的恩典；不论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，我们都求主你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恩典的上帝。主啊，让我们向你歌唱，向你歌唱，来向你歌颂，来感谢你，来赞美你。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，让我们透过每首诗篇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赞美你；让我们透过每首诗歌，就像那些作者一样，来到你面前，将我们自己摆在主你手中，来求告主你的名。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，愿你的慈爱祝福我们。主，让我们在当中每天来到你面前，来向你歌唱，来向你来歌颂，将我们的生命仰望在主你手中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在这当中的敬拜，在当中的读经，领受你的恩典，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6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诗篇第46篇第1节到第11节。诗篇第46篇第1节到第11节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因此，纵使大地震动，高山崩塌，坠入大洋，纵使怒涛澎湃，群山震撼，我们也不惊惶。有一道河流把喜乐带到上帝的城，到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上帝住在那城，城绝不至于倾覆。天一亮，上帝的救援就要临到。列国站立，万邦骚动，上帝一发命令，大地就都溶解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来吧，来看上主的作为，看他在地上所做的奇事。他平息世界的战乱，他折弓断枪，用火烧毁盾牌。他说要停止战争，承认我是上帝。我在万国被尊崇，我在地上受敬奉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第46篇第1节到第11节，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当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感受在当中？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期望成为上帝跟上帝有什么样的关系？当我们在看每一篇诗篇的时候，我会发现，好像这样的关系都会有点不一样，因为自己的生命的情况不同。在当中，我们可能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，需要上帝的帮助。在某些时候，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来感谢上帝的恩典。在这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，上帝是我们避难所和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其实我想，这是很多人的祷告当中在期望的，希望这当中就是上帝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避难所。我们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上帝会遮盖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在这世代当中，很常说属灵遮盖，属灵遮盖，也就是被遮盖的时候，许多的困难、许多的攻击不会临到。当我们用祷告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上帝要来遮盖这些，就像是小鸟躲在妈妈的翅膀之下，小鸡也是一样，在母鸡的翅膀当中，你的妈妈保护着你。所以当中要让我们去看的是，当我们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，其实就像我刚在想的时候一样，当我在想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们是要先回来看，你有相信上帝吗？当我们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的时候，你有这样的确信吗？你有确信上帝是你的避难所，是你的力量吗？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吗？当你有这样确信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会想要去抓住这父亲的手，这母亲的手。在我们这世界里面，我们看到小孩子都是一样，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在找妈妈在哪里，爸爸在哪里。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父母，在当中第一个寻找的就是妈妈，就是爸爸，他们到底是能不能帮助我，在哪里？当你看到了，心就安了。其实我想很多人都是一样，当他再回家自己，你在年纪再大，不管到高中、大学，甚至年纪再大，当你要回到家的时候，看到父母那种很安心的感觉。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，听到爸妈的一句话，我相信都能够让你心很平安。就像有些父母会跟孩子说，不管外面风浪再大，回来你都可以回来，不管你遇到再多的事情，你都可以回来，因为你是我的孩子。所以当中也是一样，当我们遇到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？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，我们可以去那边躲避所有的攻击，甚至上帝会为我们出手去攻击那些攻击你的人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，当我们将持续读经，你会发现上帝持续的与我们同在，在帮助我们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在你患难的时候，能够找个地方，其实有很多人，其实他不是软弱，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他需要去找个地方窝着，让他去修复。修复之后，上帝的能力与他同在。其实他在当中能够回到上帝面前来，有一个地方去修复他自己，能够去休息。就像我曾经听过一些牧者在分享说，当他在讲道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人进来，在当中参加礼拜的时候，整场礼拜都在睡觉。对他来讲，教会是他的避难所。他在其他地方，他在家里面都没有办法真正得着安息，唯有来到教会，在礼拜当中，他那1-2个小时，他可以睡得很安息，他可以在当中真的得着了平安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打扰这样的人，因为知道他生活当中都很辛苦，他所渴望的就是来到教会这1-2个小时，在当中大家在敬拜的时候，或许他没有站起来一起敬拜，但是他的灵得着了安息。对他来讲，他来到上帝面前，他得着了这样的安息。而在当中，上帝的能力与他同在，让他再次得着上帝的力量与他同在，帮助他接下来。虽然1个礼拜只有1个小时，但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有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来参加礼拜，对他来讲是一个充电，因为上帝的能力与他同在，
帮助他能够经历这一个礼拜，接下来一个礼拜的事情。或许我们常常说1个小时不够，我们要每天。但是在当中，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有这样困难。然而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真的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上帝面前，不是常在充电而已，而是让上帝的能力带领着我们去面对这许多的事情的时候，上帝的力量为我们来征战，不再是依靠自己，而是随时的让上帝来带领我们。第2节、第3节说，因此，纵使大地震动，高山崩塌，坠入大洋；纵使怒涛澎湃，群山震撼，我们也不惊慌。当我们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我们看到哇，地震的时候，大家吓得要死，哇，那山崩，那种山崩的时候，大家赶快逃了。这几个月发生过那种森林大火啊，那种火山喷发，那种战争啊。我们之前还有南亚的大海啸，又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，怎么可能不害怕？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许多自然现象的时候，对我们来讲很自然，我们很害怕。但他说，即使是这么恐怖的事情，我们也不害怕。为什么不害怕？因为有上帝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。所以最重要的是这样子，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所以这次回到前面，牧师在问的，你相信吗？你有相信吗？当你信的时候，遇到这些，你就可以稳定。所以当中，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常常是如此。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遇到这许多的事情，我们不害怕，我们不用害怕。其实很多人会说，我相信上帝，但是当我面对要开刀，当我面对孩子的事情，当我面对到这许多工作上的斗争，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我很软弱。确实，我们常会这样子，但是将这些交在上帝手中。为什么每天需要灵修？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上帝面前祷告？就是去经历上帝的同在，去经历上帝所给你的安息，而在当中让上帝带领你，把你所有的重担都交给上帝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这里，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。所以在当中，上帝有这样的应许给我们，让我们这些担重担的人来到上帝面前，将这些都交在上帝手中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许多的事情的时候，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确实用人心来看一定会怕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可以依靠的，我们相信上帝就在当中帮助我们。我有一道河流，把喜乐带到上帝的城，到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有一道河流，把这当中祝福在上帝所住的城，在当中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在当中，不论是耶路撒冷或圣殿或我们教会，在当中上帝的祝福要永流进在当中，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领受这一些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若有上帝的同在，那个城不会毁坏。有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帮助就在那边。有上帝的同在，天使天军就与我们同在，保守着我们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。当我们去经历上帝的同在，你会去经历到那过去所没有的平安。耶稣说，我赐下的平安是真平安，这世上没有的。所以当中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，那样的祝福临到我们，进到这个城市里面来，进到耶路撒冷，进到圣殿，进到锡安山，进到许多地方，上帝就在那当中坐着为王。上帝住在那城，城绝不至于倾覆。所以很重要的是，我们在当中有没有上帝的同在？这也让我们来看，在一个教会当中有没有上帝在当中，让上帝得着荣耀，这也是很重要。当一个教会好像心里如意了，好像
就这样有在敬拜，有在敬拜，但上帝没有在这边。像之前所分享的一个故事一样，有一个人，上帝感动他，一直在聚会，一直在聚会，但是因为他颜色不一样，他身上的颜色不同，或者是说他政党倾向不同，人家就请他不要再来，但是没有明讲，就跟他说你回去祷告看看，你回去祷告看看。所以那个人来了1次、2次、3次，而里面的人一直纳闷：你为什么要来？你为什么要来？那个人说：上帝叫我来，叫我来。最后1次，人家还是问说：你要不要祷告看看，是不是上帝要你来这边？最后他说：确实，这不是上帝要我来的地方，因为这里没有上帝，没有上帝的同在。所以这也让我们回想，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是不是有将自己交给上帝？我们的教会有上帝的同在吗？有上帝的爱在这当中吗？我们真的彼此相爱吗？我们常常在说，若彼此相爱，上帝的爱就在我们当中，众人就因此知道我们是上帝的门徒，耶稣的门徒。但是也让我透过这个故事来看，我们当中真的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吗？上帝真的有在我们当中吗？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害怕什么呢？当我们要传福音，当我们要做幸福小组，当我们要做许多课程操练，害怕什么呢？但是如果我们都只把它当作仪式，当作很多的一个社交场所，就像以前很多时代的圣殿一样，其实只是一个仪式，一个社交场所而已，一个买卖场所。上帝有在那边啊，我们看到上帝没有在那边，那这个地方就出状况了。当上帝离开，其实上帝对他讲，他不需要那个圣殿。当大卫要盖圣殿的时候，上帝也说，其实我是不需要的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我没有要求过我要需要圣殿，所以该盖圣殿是因着人的需要，教会是因着人的需要，我是说硬体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聚集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敬拜，那个心才最重要。所以耶稣才会跟那妇女说，要用心里与诚实来敬拜。所以重点不在于在圣殿或在山头，重点是用心里与敬拜，心里与诚实来敬拜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，上帝住在那城，城绝不至于倾覆。天一亮，上帝的救援就要临到，上帝的保守就在他当中。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第1节在讲到说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阻挡了这许多的攻击，是我们的力量去攻击那些攻击我们的人，去攻击那些恶者。所以当中让我们看到，这当中上帝他能够守护我们，他也能够去攻击那一些。所以当中让我们看到，当上帝出手了，列国站立，万邦骚动，上帝一发命令，大地就都溶解了。所以当上帝创造这一切的时候，他要说有光就有光，天地分开就分开。上帝一开口，事情就成了。所以当上帝真的要出手的时候，列国站立，万邦骚动，大家都害怕。其实当上帝一开口，连以色列人都害怕。所以当中让我们去看到，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，我们有没有真的信上帝？我们有没有真的将自己交在上帝手中？你真的信上帝吗？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一直有圣灵的同在，上帝的同在，但是我们常常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去领受这一些。所以上帝一发命令，大地就都溶解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所以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，而上帝雅各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亚伯拉罕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，保守着我们，带领着我们。所以让我们在当中不用害怕去面对这许多的事情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当中你愿意依靠上帝吗？所以在这里面很重要，耶稣一直在讲我们有没有信心，我们对上帝有没有信心，我们愿不愿意依靠这上帝，这一直是很重要的一
一件事情，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相信上帝创造这一切？有没有相信上帝要带你突破？有没有相信上帝要成为你的遮盖？有没有相信上帝要成为你的避难所？上帝的力量要与你同在。其实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有一种眼光是用信心的眼光在看上帝做了什么事情，用信心的眼光在看上帝要怎么样带领你，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上帝怎么样让这些事情来成就了，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这许多人他们怎么样用信心来依靠上帝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万军的上主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来吧，来看上主的作为，看他在地上所做的奇事。其实这也是我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，在看上帝怎么样来做，在看上帝怎么样让这些事情来成就。接下来上帝的作为是什么？或许有感受到一些事情，但是也在看接下来上帝在当中掌权，上帝在当中怎么做，将这些都摆在上帝面前，上帝亲自要怎么做，我们就顺服在当中。所以当我们一个信上帝的人，一个依靠上帝的人，将这些都交给上帝，唯有让上帝来带领，并不是我们软弱，并不是我们不做事，而是在当中我们努力做，在当中我们也看着上帝亲自来动工。我们不超越上帝，是让上帝走在我们前面。所以就像近期的一首歌在讲的一样，十架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我们在当中往着十架来走，十架在前头，耶稣带着我们往前走，我们跟着耶稣来走。所以这边在说的是，来吧，来看上主的作为，看他在地上所做的奇事。所以在当中有没有信靠上帝非常重要，我们是不是在当中来依靠上帝？来吧，看上主的作为，看他在世上所做的事情，在当中从上帝所做的事情能够建造我们的信心，能够让我们在当中被建造起来。当你愿意顺服，当你愿意跟随，当你期待着看着上帝要成就的事情，你会看到上帝所做的也能够建造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在当中所领受的去看到上帝保守着我们，看到上帝去惩罚那些人。所以并不是我们用着我们私心，而是在当中去看到上帝的心意，也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当中他讲到说，他平息世界的战乱，他折弓断箭断枪，用火烧毁盾牌，所以他将这些都平息掉了，让这世代的这些弓枪盾牌都没了。所以不再是依靠自己。当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前面的几章里面看到说，不再是靠着我们的刀枪，不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，而是靠着上帝的能力。在当中很重要就是这样子。因此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有上帝的同在。当上帝说要停止战争，承认我是上帝，这句话有没有对你说？停止人跟人之间的争竞，停止人跟人之间的战争。我们常常在一些事情当中互相砍杀，或许我们不是拿刀，但是用你的言辞去伤害了对方，用你的很多手段去伤害了对方。他说停止战争，承认我是上帝。这种停止战争是停下来，回到上帝面前，主啊，你要我怎么做？你要往哪里去，我就跟你走。所以让上帝在我们当中来掌权。所以上帝说，你们要停止，要承认我是主，我要在你们当中来掌权。他说，我在万国被尊崇，我在地上要受敬奉。很重要，在当中要让上帝来掌权，让上帝在当中来帮助我们。当上帝我们承认他是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应该降服在他面前。但是这当中我们看到，我们常常不愿意这样做，我们常常要自己抓住。我们需要互相的提醒。所以在当中我们需要互相的提醒，我们要依靠上帝。
最后他这边讲到说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所以当中他又回来再讲，他从第1节讲到说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帮助。所以当中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，去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因此在当中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，上帝要带领我们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在11节这边讲到说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，要遮盖我们，要保护我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愿不愿意去经历这样一个上帝？其实真的回来再看，你有没有这样信心？你信上帝吗？你信上帝吗？当你信上帝，你遇到这样患难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将自己带回来上帝的面前，让自己回到上帝的面前？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，万军的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所以当中，这也是我们在圣诗里面也在唱的这样一首诗歌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要有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。当我们面对了这许多的困难的时候，交给上帝，不是依靠自己，而是回来将这一切交给上帝。愿上帝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。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第46篇第1节到第11节，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再回来去思想上帝的话语，在当中上帝怎么样来带领我们，上帝怎么样来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去经历你的恩典、你的带领。主，我们要将这些都交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要将自己所面对的困难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在这当中来掌权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当我们面对这许多的攻击的时候，你要把我们阻挡下来。你让我们享受在你的保护当中，你的祝福当中。主啊，我们在这当中所面对许多事情，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帮助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领受都交在主你面前，都交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你是雅各的上帝，你是以撒的上帝，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更是我们的上帝。你是我们的堡垒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。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都有主你的旨意。主，我们愿意将自己仰望在主你面前。主，要将我们今天所领受的都恭敬在你面前，愿主你赐恩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，愿主你赐福。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
愿上帝赐福你。